水天須，堪上填下。須有夫江亨，貞吉，利涉大川。初九，須於郊，利用衡，無咎。九二，須於泥，少有言，中吉。九三，須於泥，自寇至。六四，須於血，出自月。九五，須於酒食，貞吉。上六，入於月，有不速之客三人來，敬之中吉。水天須，堪上填下，係解作水天須，水上天下。係咩樣嘅水會喺天上呢？係雲，雲內有好多小水滴，碰撞合併成大水滴，重量超過浮力便離開雲底，成雨降落地上。水養育萬物，妥善收集雨水作供應，實是重要。須篇教導如何尋找供給，成功解決各有所求。須字嘅甲骨文造型係人雙手張開，狀如擁有。四點表示從多處得到少許，解作人有所求，要去尋找，只能夠一點點收集。等於為尋找供給不易，要懂得同埋努力嘅。須有夫江亨，貞吉，利涉大川。須係尋找供給，有係承受接受，夫係誠信，光照亮物體如清楚看見。亨無需爭取，也會承受到好事。貞吉預算計劃要成好事。利涉大川係要付出努力才有收穫，但必須循序漸進，逐步發展，小心籌劃。解作尋找供給，若要成功，應該做到一要人接受，應有誠信；二令人清楚明白，施行嘅策略係大家無需爭奪都會得益嘅；三預算嘅計劃會成好事；四付出努力會有收穫，因為安排是循序漸進，逐步發展，細心籌劃。五不同嘅環境供應不同嘅資源，要什麼物資便應去適當場合尋找。六然而供應份量或多或少，取之有難有易，更有風險變數，因此定要審慎，具恒心及信念。七節省資源，物盡其用，好好保管收穫，便不受物資短缺啦。初九，須於郊，利用衡，無咎。須係尋找供給，於在到。須於就係要尋找供給，係在郊城內。利付出努力才有成果，用功能有幫助。利用就係要努力有成果，得靠幫助。衡係持久堅持，無咎沒有失誤，無需從頭查察點討。解作尋找供給係喺城外，城外未開發，所以要一努力才有成果，二得靠幫助，三信念堅持不變，便會沒有失誤啦，無需從頭查察點討。例證初九就係開發特區，用衡無咎。發展成功係要有眼光同埋恒心嘅。自從1979年開始，中國開放5個城市為5大經濟特區，就係廣東嘅珠海、深圳、汕頭、福建嘅廈門、海南省。為鼓勵發展，方便海外嘅投資者，呢啲地方稅收較低，工資及地租都有優惠。發展非常成功，例如深圳如以農業為主，人口只得3萬，到1990年代已成為重要工業城市，人口超過300萬。呢啲特區得到國內大力投資，海外亦注入大量資金同埋高科技。5個特區嘅成功，引發其他城市開展。不過地方荒蕪，
發展要有眼光同埋恆心。良謀一，發展常遇嘅不利因素係缺乏資源。不過只要確定計劃無誤，有恆心、憑信念，勿顧眼前得失，亂作追悔猶豫，最後必能夠成功嘅。九二，雖於沙，少有言，終吉。雖於係尋找供給，是在沙水邊只有極幼小的粒子與貧瘠之地，小數目不大，只得幾許，有承受接受，言有內容嘅說話，終結束，吉得到好嘅事物。解作尋找供給，是在水邊，那處只得幼粒子，非常貧瘠，所以只應發表不多而能令大家接受嘅話。最實際係結束完成時，得到好事物。例證九二，綠化沙礫，少言終吉。改善劣勢，定要努力苦幹。100多年前，中國北部例如陝西，仍有綠油油嘅草原，可惜軍閥割據，年年轉亂，致土地荒廢。蒙古惡劣嘅氣候令附近嘅地區沙漠化，加上以前農民喜歡燒地、斬樹、拔草嚟擴張耕地，土地惡化成沙地啦。新中國喺過去數十年切實進行改良耕種方法，多植樹、識環保、改善土質，各地已經回復生氣。喺不利嘅情況下，最重要係肯下苦功，改善環境，眼光要放長遠，切勿只貪圖短暫嘅收益。良謀二就係環境惡劣貧困，更要同心協力，不畏艱苦，努力克服。最好係默默耕耘，因為言多必失而起爭拗，更不應互相埋怨。九三，雖於泥，自構志。雖於就係要尋找供給，是在泥，問有水嘅土與肥沃之地，是有目的要達到構盜賊侵略者，是已到達想要去嘅地方。解作尋找供給是在有水源而且肥沃嘅土壤，農間收成豐厚，豐收卻招來盜賊搶奪。例證九三，懷璧其罪，招人悔妒。得意之時，為何要格外小心呢？春秋後期，周天子地位衰落，再無法統治諸侯。有啲諸侯話尊王攘夷，實在係以此藉口去做霸主。東周列國志所記，令人驚心動魄。君臣父子兄弟為咗城池、土地、寶物、名譽、地位，甚至係女人，你爭我奪，自相殘殺。貪婪者不知羞恥，反怪被害者懷璧其罪，持有非應得之物。懷璧者要自保，必應收斂，更應自強。良謀三，環境富庶有利，亦都要小心計劃周詳，因為發展會面對更大嘅要求同埋風險，得到豐厚收成，要提防招來妒忌、破壞、搶奪，所以應具危機意識同埋加強防禦。六四，雖於血，出自穴。雖於要尋找供給，是在血，動物循環系統內維持生命嘅液體，與仍有生命嘅動物。出，從內裏走到外面。自本人穴動內，解作要尋找嘅供給係來自動物，佢哋嘅循環系統內嘅液體令到維持生命，即係要活捉到獵物啦。推廣佢哋從蘊藏處到外面，便得靠本人進入洞內。六四，能源短缺，無奈犯險。任何發展都要考慮會發生嘅弊害。全球所存能源有限，保守統計，煤只能夠用200至400年，原油就係50年，天然氣120年，形勢惡劣，得尋求新嘅能源。核能發電係長久可行，但風險極大。
核電廠附近嘅居民患癌機會提高，三里島同埋切諾貝爾發電廠嘅洩漏輻射帶來極大傷亡同埋後遺症，寄望將來有更好解決能源危機嘅方法，創新科技以減少污染同埋輻射危機。梁謀4要得更高收成，會面對更大同埋未預見嘅風險，應該親力親為，探查清楚目標，努力爭取。6.5須於酒食精吉，須於要尋找供給是在酒、穀物或者生果經過發酵而釀成嘅飲品。通常釀酒須是有收成、夠空間、知方法、食輕東西、有可吃嘅物品。酒食只好收成，識享受。精吉預算計劃要成好事，解咗要尋找供給，會達到好收成或得到享受，那便要預算計劃去成好事啦。例證95武帝西征，應記民困，本錢豐厚，亦都不應亂發展。西漢立國以嚟，一直被匈奴人輕負，經民警支持嘅優生養息，財富、糧食同埋馬匹多得不計其數。武漢帝認為可以立威，派大將韓安國、李廣、公孫學、王魁同李適5人帶兵30萬攻打匈奴。佢哋用馬邑之謀，把兵馬埋伏喺馬邑嘅山谷，可惜匈奴人不上當。其後有飛將軍之稱嘅李廣立功，又有衛青同埋霍去病揚威異域，匈奴人一時不敢再犯。但係韋霍兩人領馬4萬匹出征，歸來只得3萬匹，戰況慘烈，漢室元氣大傷，連連征伐，造成民困民怨。武帝知道發展下去必無法收拾，馬年下詔罪己，決意罷兵重農以解民困。發展者應吸取漢武帝嘅教訓，供應不足就要急流勇退啦。梁劉5當物資充裕、知識豐富、人手寬裕、時間充足，就可以提高收成質素，製作更好嘅產品，但切勿揮霍浪費。下一講會繼續解說餘下嘅睢，並引用3個近代史實演繹睢嘅良謀。下一講見啦。